轩阳，轩，你别这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轩阳，就你有脸，就你高尚，就你受了委屈最大是吗？你砸坏拿什么赔啊？你赔得起吗你？家里从破产到现在，所有人都在护着你，所有人把能分担的全给你分担了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替这些人分担什么了没有？你除了顾着自己那些痛苦，你还做有什么没有？这些人怎么过的，你想过没有？三爸，那么大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。以前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现在变得要靠孩子们养活，他心里有多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乐呵呵的每天给我们做饭，给我们当保姆，他说过一句委屈话没有？栗子姐，从小被人夸大了不是吗？他根本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，可他为这个家，他低三下四，到处求人，他为这个家把自己所有积蓄拿出来撑着，你知道吗？他把所有压力自己扛着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摩托车，他从牙缝里省出了钱才给你买回来的。他跟我一起挤公车，吃几块钱的盒饭，你关心过这些吗你？还有那个疯子，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一个疯子。你每天跟他屁股后面瞎转什么呀？怕他冷了，怕他热了，怕他挨欺负了，你变着法讨他欢心又怎么样呢？他脾气不好时候冲你乱发脾气，是不是得忍着呀？他周围的人你是不是得笑脸陪着呀？你没心没肺啊！你顶着那什么狗屁公子女朋友的头衔，在外边被人指指点点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你傻呀！他跟你抱怨过吗？啊？这个疯子除了每天黏着你、保护你、冲你傻笑之外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你不要赶走他。你在做什么呀？啊？他刚才那么保护你，你说他卖笑，你说他下贱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我告诉你，薛阳，脸面不是别人侮辱两句没有的东西，只会对自己人耍威风，受别人挑拨两句就不计后果抡拳头，这才是全世界最没皮没脸的行为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想要脸面吗？你把自己实力亮出来，好好给我站直了，甭管受多大委屈都给我站得直直的，把身边人保护好，不要让他们老为你担这个担那个的。你想想能为他们分担点什么，这才叫有脸面的爷们儿，懂吗你？他都那样了，你没打算离开他呀？我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打算的。啊？你们的感情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对，我们很相爱，而且会一直相爱下去。哎，那他对你好吗？他对我很好啊。真的和白头到老。哎，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哟，你们是刚从瑶那儿回来的吗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薛阳他们家还真挺不容易的。是啊，刚才听得我心里都直泛酸。怎么，知道现在挤人挤得错了是不是？哼，我也没想到这薛阳家会有这么多的事情。哎，你们说这个周浩怎么那么黑呀？这羞辱人都羞辱出花样来了。你说他跟这薛阳得有多大的仇啊？可是那贵公子那专题里没提这个。废话，那专题就是周浩女朋友写的，他能提这个吗？哦，他这么说不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故意捧自己男朋友，贬低人家薛阳吗？哎，这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？我不是为了多了解了解薛阳，以后少闹误会嘛，就上网查了查。哎，网上真有一篇博客把他们家这关系说得特清楚，看看看看。你看，对，我们很相爱，而且会一直相爱下去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这个叫赵文这女的也太狠了吧！是啊，哎，赛哥，你说薛阳还能回咱们这儿继续打工吗？你们俩希望他回来吗？希望啊，我都有点喜欢上他们一家人了。是啊，而且周浩这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都有点压不住火了。好，那我要再想办法把这薛阳给请回来。
啊。不过呀，现在我得查这个周浩，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帮助薛洋反击他的办法。知道。咱们去帮薛洋把周浩那车重新组装上吧，省着他回来看着添堵。行，走着走。嗨，Coco，最近好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咱们坐下谈吧，要不出去找间咖啡厅？我今儿跟你谈的事儿有点大，可能需要点时间。就这说吧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大事好谈的。Spring 突然辞职，我也觉得很意外，也很遗憾。可能他跟杂志社之间有什么？你是来找我谈 Spring 的事儿吗？哦，不是，但是也有点关系。我知道你跟 Spring 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他有可能跟你提起过，在他辞职之前，我们正要合作一个新的策划。你能直接说出你的正题吗？我希望你能接替 Spring 的位置，做这个新的策划案的服装设计总监。送客 ，Coco， 好歹你跟杂志社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也是朋友吧。Spring 辞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你没必要把咱们的关系搞这么僵吧。我以前跟杂志社和你的那些所谓合作，都是因为 Spring 交代过。现在 Spring 离开了，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合作可言，更谈不上什么把关系搞僵。至于朋友嘛，我跟 Spring 的确是这种关系，但是你用不上这个词儿，跟谁都用不上，你也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关系。所以就别逮着谁都敢往上粘了，这样会吓着人的。撑死为止，一滴菜汤都不许剩。这两天累坏了吧？不累。来，我们之所以还老残的赖在你身边不走，是因为我们在乎你，我们不想失去你，我们就是割舍不下你。哎，妈！我没敢打他，你们俩没吃晚饭啊？妈，你赶紧来一块，你也来一块。只有家，不论天塌地陷，世事变迁，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着，总有人在里面等着你，不离不弃的陪着你。这个疯子除了每天黏着你、保护你、冲你傻笑之外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你不要赶走他。他刚才那么保护你，你说他卖笑，你说他下贱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哎，薛洋，我在网上看到周浩要举办一个摩托车改装大赛，你有没有兴趣参加？我和石头、小猛都会全力以赴支持你。我考虑一下吧。那我等你信儿，我们等你回来啊。好，先这样。